位观众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师父下面来为各位介绍一个题目，叫做善心善缘。善心善缘，这个内容是发生在英国一个真实的故事哦，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位孤独的老人，他没有儿女，而且本身又体弱多病，那么他就决定呢，搬到养老院去。老人呢就宣布把他出售这个漂亮的住宅漂亮的住宅，购买者呢就听到消息了，蜂拥而至。那么住宅的底价最低的价钱是8万英镑，但是很快呢就被炒作到了10万英镑了，价钱呢还在不断攀升。老人呢深陷在这个沙发里面满面愁容心里面想，他要不是因为健康情形不允许的话，他是不可能会卖掉这一栋陪他度过这种大半生的住宅，他是不会卖的。那么刚好一个衣着很朴素的一个青年人来到了老人的眼前，弯下腰低声的就说了：“老先生，我也好想买这一栋的住宅，很想买，可是我只有1万英镑1万英镑。但是如果你能够把住宅卖给我，那么我保证会让你依旧生活在这个地方，跟我一起喝茶、读报、散步，天天都快快乐乐的。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用心来照顾你。”老人呢就点头微笑，把住宅呢就以1万英镑的价钱就卖给他了，也许有人会问一定会问，说什么时候我才能遇到这么一个好运呢？怎么好运？其实我们应该要先问自己，是不是有为别人着想的心胸，真诚关怀的态度。如果你答案是肯定的，自然能够散发令人信任的磁场，那个磁场就会出现。就像佛光山虚云大师他所说的，他说：“谦虚服务才有前途啦，礼貌尊重才有人缘，良好的习惯，那么才有威仪，勤俭好学才有成就。”这句话很重要。那么就算我们不幸遇到逆境也会出现善缘来帮忙我们渡过难关。如此呢，我们就无往不利要完成梦想，并非一定要占别人便宜。有时候我们拥有一颗能够为人着想的善心，那么幸运之神就会降临了。所以一个人一定要记住，经常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，带笑容，多念佛，人生的道路必然充满着光明的我们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